应该足好，因为伊将伊的财产都拢要还人，顺道要管出去，所以已经诚做无财产的人。但是我相信伊当阵伊心内充满稳定，应该就是咧唱即首歌。我是啥人？小等下圣歌队咧唱的时阵，你会当好好来想即个歌词。其实在座兄弟姊妹，咱每一个人，咱得着求迄天。我想咱每一个人拢有迄刻，主耶稣甲咱同在的时阵，咱反悔的认罪，咱伫教会咱来坚信礼，也是咱分享咱的见证的中间，咱搁一遍来想讲，到底我是啥人？因为过去迄个人，甲即马得到稳定拯救的人，完全无共款。所以这是足好，咱的人生定心定位，有一个新的位置，会当定心来出发。这首诗，这首诗咱应该拢真熟，咱来念第一节就好。来。来，我知那有时要叫我浪上提升，无家的声我无爱听，无爱的伊去行，我情那听风冲。无爱他去家中，天边的声我无爱听，爱要是家去听。咱平白先来做礼拜。请安静，同心来敬拜上帝。
大关灵的囝，恁着将阳光开力归互上主，归互上主，着将上主的名所应得到的阳光归互伊，用圣洁的砖塔敬拜上主。三甲来吟诗学老上帝，圣诗233首，233首，请起立。即是用使徒圣经做伙来告别咱的信仰。我信上帝全能的爸，创造天地的主宰。我信耶稣基督，上帝的独生囝，咱的主，伊对圣神投胎，对在西鲁玛利亚出世，伫本州毕拉多前内受苦，顶十字架死，埋葬落阴府。第三日对死人中搁活，就天。当坐伫全能的爸上帝的大名，伊对遐来审判活人甲死人。我信圣神，信各共同的教会，圣道的相通，罪赦免，俗体搁活，永远的活命。阿免，请坐。三甲用启应文，三甲用诗篇119篇137节到144节来应答上帝的话。上主，你是公义的，你的判断也是正直的。你所命令干净的话，是照公义一直行事。我的心热，亲像火烧灭我。你的话锻炼到真正。我卑微，互人看轻。你的公义是永远的公义。同心来祈祷。创造宇宙的主上帝，土石流的时，你坐地做王。地动的时，
你也坐伫宝座顶。风台的时、战争的时，无论什么时阵，你拢坐伫宝座顶。你的阳光显明伫宇宙中，伫黑暗中，天下万邦正百姓，正受造物，拢要将荣耀归还互主。主，你创造的世界是完美无瑕疵，拢是为着你所疼的人类来设计，搁互人有权柄，甲你三甲管理你的创造。总是阮辜负你的信任，无做好管家的职分，过度消费，破坏地球的生态环境。阮贪心、自私、三加三吞，强的欺负弱小的。主啊，阮的罪过极重，总是慈爱的上帝，你无去杀阮，因为你是守约搁慈爱的阿爸爸，找你的圣囝耶稣基督流出圣洁的宝血，洗清阮到无罪，互阮信伊的人通得到救赎、赦罪的恩典。所以山虽然摇动，海水摇颤，狂风暴雨，罪恶横行，上帝你悠然掌权。上帝你是有怜悯、有恩典、无快受气的爸上帝。当阮愿意回转阮的歹所行，主爱爸要伸出双手抱阮，互阮伫你主爱怀抱中，找到安全的避风港，找到神的力量，重新徛起伫即个黑暗、快速变动的世界。上帝赏赐阮有换心正直的神，来荣光上帝你的名。主啊，阮会受造何等奇妙！你听的说，牵阮一路引带，互阮短暂的人生，通甲你的永恒产生连结。每一个早起拢是新的，你的慈爱对治阮遐尔大，阮要来学乐感谢你，求你指教阮怎样数算阮家己的日子，互阮得到智慧的心来跟对你的脚步。阮恭敬将今日早起时的礼拜交托，恳求圣神踮阮中间。阮诚心拜列以上的祈祷，即时阮也要用主教示阮的祈祷文，同声同心吟讲。
请做伙来共读上帝的话，记载伫信仰。路加福音书19章第1节到第10节，来去汉字本圣经第93页。耶稣入耶利哥，在过去的时，有一人名叫撒该，是做头像的头人，也是好业。伊爱要看耶稣是啥物人，若是人多，看袂着，因为伊身躯矮小，就走最前，拍上桑栽树，要看伊，因为耶稣要对遐过。耶稣到迄位，抬头看伊讲：撒该，紧紧落来，因为今日我的确要踮你的家。就紧紧落来，欢喜接纳伊。众人看见，嗷嗷念讲：伊入去歇伫歹人的厝。撒该徛地对主讲：主啊！我将所有的一半互送乡人，若是捌歪啥物人，就将4倍赔伊。耶稣对伊讲：今日拯救到伫即个家，为着伊也是亚伯拉罕的子孙，因为人子到是要找失落的来救伊。讲道，请陈牧师讲道，题目是今日救恩来到即个家。顶礼拜有一个朋友来互我。问我讲，我会当敲电话互你吗？当我接起伊的电话，电话迄边是哪哭哪讲，你敢会当陪我讲话？即个朋友我已经捌伊10几年，伊是一个非常快乐的人，正面的人。但是我最近看伊，敢若有一点仔无共，毋若规个人是变瘦，面色嘛无笑容。所以最后一次见面的时，我就提起勇气问伊讲：你过了好无？但是因为时间真有限，无法度好好讲话，所以分开进前，我就问伊讲：你若有需要，你随时会当敲电话互我。所以阮才有迄天的迄通电话。电话中，伊分享伊的状况，其中一点是对信仰内的一种的焦虑。即个朋友毋是基督徒，毋过伊家己会祈祷，伊的职场内面嘛有几个基督徒的同事。并且自阮认捌以后，有时我会借伊一寡信仰的册，甲伊分享信仰的代志。毋过，当伊感觉无爽快，这几个月以来，伊厝内人嘛毋知影安怎帮衬伊，因为看医生嘛敢若无效果，所以因出于关心，就带即个朋友去收惊。伊家己嘛感觉讲，敢若有一点仔效果，但是也无法度解决伊完全的问题。若有，就袂有迄天阮2个人的电话。毋过，伊去收惊迄件代志，互伊身躯边的基督徒知影。这个基督徒就甲伊讲：上帝是唯一的上帝，你敢若会当拜伊，你袂当去拜其他的神。伊听了后非常艰苦，伊就甲我讲：我知影上帝真好，我嘛会定定祈祷，但是上帝敢若无听我的祈祷，并且基督教拢讲只有一位神。我感觉即种讲法太过违规，因为其他的神也有帮助我啊。听伊讲了后，我第一个念头就是讲，我爱来护教。我应该甲伊讲，无毋对，只有一位上帝尔。即句话差一点仔对我的喙里冲出去。但是我想，即个人现在伊上需要的是啥物？绝对毋是教条，绝对毋是洗礼课程。伊所需要知影的是上帝气力较疼，所以我将迄句话吞落去，我就设一个譬如甲伊讲，无毋对，基督徒讲的是正确的，但是你甲伊2个人是徛伫无共款的阶段。你想看觅，你去一个大卖场，有真济互你试食的担仔，你一担一担去食，你感觉拢袂歹食。但是你也无法度下决心，你要去买倒一担，你就有权利会当对头试食到上尾担，甚至你嘛会当搁越头重新试食一届，直到你决定要买倒一担。上帝予咱有超找选择的权利，历世历代也有真侪人伫超找，有的人已经找到，亲像你迄位基督徒朋友。所以对伊来讲，伊已经找到啊，自然伊就袂想要去找其他的神。
但是即摆你也有伫超找的过程。但是有一天，当你真正经历上帝权能甲真实，自然上帝伫你心目中的地位就会超过其他的生命。我就安尼甲伊讲，伊听了后，佫问我讲：但是我有去收惊呢，上帝敢佫会听我的祈祷？伊会生气无？当然，若徛伫护教，我一定爱甲伊讲，上帝是无容阮其他生命的上帝。但是我佫伫想，伫电话迄边的人，即时上需要的，毋是十条街，伊需要的是稳定甲灵敏。所以最后我甲伊讲的是，上帝是听的上帝，伊是上伟大、有权柄的上帝，伊毋惊比较，所以你会当继续祈祷，求上帝互你确实经验到伊。兄弟姊妹，为什么我会将迄通电话甲今仔日撒迦的经文做一个结论呢？因为我发现，伫咱每一个人的心中，拢有一张属灵的地图。伫即张地图内面，咱会将一寡所在标记做圣地。譬如讲，教会是圣地，我参加的小组是圣地，我的基督徒生活圈这是圣地。但是，一寡无敬虔的人，也是事，也是物件，也是一寡咱认为有罪的，咱就会将因标做是属灵地图的边仔，甚至无伫咱即张属灵地图的顶面。亲像甲我讲电话即个人，无论是伊家己，也是伊身躯边的基督徒，拢将灵敏的上帝限制伫迄张属灵的地图的内面，限制伫因家己的经验的内面。嘛，亲像今仔日即段经文的撒迦，一并所做遮的代志，嘛，互四周围的人认定讲，伊即个人无资格会当出现伫即张属灵的地图的顶面。但是我在想，伫上帝眼中的属灵地图生做是甚物款呢？敢毋是专门伫标记只有国力星表现人那尔咧？另外，即个结论嘛，互我看到。其实，伫咱家己的内心，嘛有一寡咱将因标做压力高的一寡的所在，就是一寡失败、无想要互人看见的所在。咱掠做上帝看袂见，咱想讲上帝袂入去。但是今仔日这段经文，咱甲看见耶稣行入去撒迦店的迄个城市，行入去伊的家。耶稣进入伊上混乱、上孤单心灵的角落，最后耶稣是对伊讲：今仔日我的确要点伫你的家。点表示长时间。耶稣愿意进入咱上软弱、上混乱的角落，并且永远甲咱带。所以今仔日咱将这段经文的焦点对以往通常咱看见人物，咱转移到地点，咱就会发现，伫撒迦的故事内面，耶稣毋但改变一个人，并且耶稣嘛伫规个耶利哥城来进行一个新的运转。耶稣拍开一张新的属灵的地图。耶利哥这个城市，咱对伊非常的熟。伊是一个古老的城市，无论伫旧约也是新约，拢会当看见伫耶利哥发生的代志。亲像伫民数记13章，摩西派12个侦探入去迦南地伫遐查看，因看到一个城足大足坚固的，迄个城就是耶利哥。因看见住伫遐内面的人，生甲足悬的，阁足勇的，这12个人。其中10个人心就软正，转去甲众人汇报讲：咱拍袂赢，咱袂当入去。后来轮到约书亚，伊派2个侦探入去迦南地，因入去探的迄个城嘛是耶利哥城。这2个侦探为着要闪避耶利哥国王的追台，所以互一个妓女拉合保护伫即个妓女的厝里。所以对遮嘛会当看出，迄当时的耶利哥是一个道德败坏的城市。所以当约书亚带以色列人攻破耶利哥了后，又讲：
既若起来起造即个耶利哥城的，就伫上主面前受咒诅。所以耶利哥是一个奉咒诅的城市。到伫新约耶稣的时代，耶利哥嘛是一个罪恶的大本营。真侪犯罪的人会对耶利哥遐偷渡出去到伫国外，嘛因为伫耶利哥的城外有一条路通往耶路撒冷，这条路里定定有强盗伫遐出没，所以耶稣捌讲过一个好的撒玛利亚人的譬喻，这个地点就是发生伫这条路的顶面，就是用耶利哥城做背景。所以当耶稣一讲，伊的听众就理解，因为迄当时伫耶利哥这条路有太侪强盗伫遐抢劫、伫遐攻击人。但是面对一个自古以来就遐尔啊歹名声的一个耶利哥城，耶稣无生路，耶稣无经别条路，伊就安尼行入去迄个城。所以第一节的描写，好亲像是拍开咱读者的眼光。互咱伫黑暗中看见一道光，就是耶稣伊无惊误会，伊要入去即个城，伊毋管人会被评论，伊要改写即个历史，伊要进入咱认为无可能有稳定的所在。所以兄弟姊妹，咱毋通将主缩小伫咱家己的迄张属灵的地图顶面。主毋若出现伫圣殿，伊嘛要行入去所有需要福音的所在，但是上重要的，伊要行入来咱的内心，伊要进入咱内心中间，认为无可能、无想要提起、无想要互人知的迄个耶利哥。耶稣要将这个所在重新来号名，互咒诅的地变做稳定的地。咱来看咱的主角撒该。撒该是一个真好野、有地位、管理规个耶利哥城税务的一个官员。耶利哥城是一个经济真繁荣的城市，所以就互伊有真侪机会会当外高、会当敛财。嘛，因为安尼，足侪人讨厌伊。但是真有意思的是，撒该的名是公义、清气。甲伊的做人完全是颠倒病，有可能撒该对伊的同行也是部下知影讲，有一位年轻的列比叫做耶稣的，会甲众人讨厌的抽象的人做伙，所以伊就想要看讲，即个耶稣伊到底生做啥物形？但是因为人真济，嘛无人想要让即个真讨厌的抽象的歌，会当互伊徛到头前。加上伊的身材生做真矮，安怎跳嘛看袂见耶稣。即时伊看见有一丛桑葚树，伊就排除万难爬去哩桑葚树顶。迄种画面，咱会当想象，一个有地位的官爬伫树仔顶看，只有一寡笑亏，但是嘛凸显出撒该伊真实的心情，伊是非常矛盾的心情。爬去哩树仔顶，代表一种距离甲安全感。伊就想要看耶稣，所以排除万难爬去哩树仔顶。但是伊阁惊互耶稣看见，因为耶稣若伫众人的面前当场指出伊的罪，安尼毋是真无面子吗？所以爬去树仔顶上安全，因为正常的人行路头袂压悬悬吧，所以伊安尼想。这互咱看见，撒该的内心，伊就想要看见耶稣，但是伊毋肯去面对迄个事实。无想到，耶稣行到树仔骹，仰头看撒该，其实耶稣早就看见撒该啊，所以行到树仔骹时，仰头看伊。当时耶稣嘛知影撒该的内心在想啥物。我想，当因两个人会目神对着的时，撒该应该是心跳加速，因为一定听过耶稣指责法利赛人啦，指责这有权有势的人的代志。
但是耶稣竟然无一句责备的话，竟然是讲撒该紧紧落来，因为今仔日我的确要踮伫你的厝。这句话太过震撼啦！毋但撒该本身，伊周围的人嘛一定戆影，因为通常犹太人向人表达友情的方法是，伊若倒一杯水互你，表示伊愿意甲你往来；伊若请你去因厝里食饭，表示伊愿意甲你做朋友。但是，若一个犹太人请你去厝里甲伊住，这表示伊愿意一生做你的盟友。这互撒该非常的感动，因为耶稣毋若叫伊，阁要去因兜住，耶稣接纳伊，耶稣要做伊永远的朋友。所以紧对树仔顶落来，欢欢喜喜接待耶稣。会当想象伫四周围的人一定伫遐议论：哎哟，一个堂堂正正的列比，哪会当去迄个咱上讨厌的罪人的厝里住咧？但是咱看见，当恩典临到，迄个互讨厌的家，迄个无人愿意踏入去的家，成做耶稣要去踮的所在。兄弟姊妹拢看见，耶稣的恩典是一点仔一点仔伫改变地理的位置。伫树仔顶表示徛伫远远看，保持一寡距离，因为伊感觉见笑，伊惊吓。但是到伫厝里，表示空间的转变，对远远的观看，到近我到做伙食饭的桌仔边，这互长期以来受人拒绝的撒该，伊感受到接纳甲亲密。兄弟姊妹，这就是救恩的旅程，互咱对看见，然后到邀请入来，并且耶稣嘛主动邀请咱徛较我的，甲我的恩典徛较我的，并且耶稣的主动嘛，互咱看见，耶稣毋若是伫教会甲咱同在，耶稣嘛愿意行入去你的厝里，行入去你的客厅，行入去你的食饭桌仔边，来甲你建立亲密的关系。所以这段经文毋是对要未信的人的呼召，对伫信耶稣的咱来讲，这嘛是一种的提醒。基督徒无应该是一个冷淡的人。我讲的冷淡是对上帝冷淡，也是对人的冷淡。基督徒拢无应该是冷淡的人。亲像撒该互耶稣接纳了后，圣经描写伊是欢欢喜喜。但是兄弟姊妹，咱这个信主久久的人，咱敢嘛欢欢喜喜？也是想，哎呀，我甲你保持一寡距离好啊啦。我做礼拜时尽量坐较后面的。我教会生活毋通太过投入，奉献的时嘛等一寡懒散的就好。甲耶稣保持一寡距离，较安全，免得我有太侪规矩，互家己绑骹绑手无自由。然后安尼想法，今仔日这段经文嘛是在对你讲话，紧落来，因为今仔日我的确要踮伫你的家。咱的耶利哥城，咱的树仔顶，敢愿意互耶稣来突破？咱敢愿意拍开咱的城门？咱敢愿意对树仔顶爬落来，欢欢喜喜接待耶稣进入我的内心，互伊来光照我内心迄个黑暗的所在，改变我生命内面无想要互人看见，互主无欢喜的部分咧。但是相对伫撒该的欢欢喜喜，咱看见四周围的人是安怎？因伫遐熬熬念。伊竟然入去晓伫歹人的厝，无一个劣比会去到一个罪人的家里，伫遐啉水、食饭，搁较免讲是住伫遐。因为伫这人的属灵的地图内面，罪人的家是应该避开的，袂当入去的。但是这个耶稣伊竟然做安尼的代志，所以众人开始批评耶稣。原本因敢若讨厌撒该，但是现主是连耶稣因嘛做伙骂落去。
我相信徛伫迄当时，迄边仔的即个撒该，一定嘛听见这众人对耶稣的批评，这互伊搁较感激，因为耶稣一个劣比，竟然为着伊即个人放弃家己的名声。所以原本伊接待耶稣到伫伊的家，伊是主人，应该伫主人的位，甲即个尊贵的人可以坐做伙，然后请因兜的奴仆徛伫边仔来服侍因。但是咱看见，伊是徛伫，这表示伊将家己看做是奴仆，去服侍耶稣，并且伊嘛真正将耶稣看做是伊的主人，互耶稣坐伫伊内心的宝座。伊甲耶稣讲：“主啊，我将我所有的一半，互送向人。我若捌冤什么人，我将4倍赔互伊。”伊愿意将伊财产的一半分互送向人，安尼决定毋是耶稣叫伊做的。伊讲：“我若捌冤什么人，勒索什么人，我要还伊4倍。”这嘛毋是律法的要求。因为犹太律法有规定，你若甲人偷牵1只牛，你爱还人5只牛；你若甲人偷牵1只羊，你爱还人4只羊。但是你若共偷摕物件，若共抢物件，人用欺骗的手段，共人骗人的钱，你爱将即个财物还伊，然后佫爱甲1/5的利息还互伊。所以咱看见律法是安尼要求。你若骗什么人的钱，你爱将伊的钱还互伊以外，爱1/5的这赔偿爱加添互伊。但是咱看见撒该安怎决定？主啊，我若捌冤什么人，我还4倍互伊。我共加收的税，我毋是还伊1箍，我还伊4倍。这已经超出律法的要求，并且咱知。当撒该做安尼决定，伊一定是破产。但是当撒该拄着耶稣，伊不但开始对送向人有怜悯的心，并且伊对钱财嘛开始有无共款的态度。这就是一个得救的人看会出上真实的改变。因为真侪人，甚至是基督徒，也无法度改变爱钱，也是对钱非常计较的迄种心态。但是撒该真自然和稳定来改变。当稳定降临，改变无过是一个真强硬的要求，改变是人内心真自然的讨放甲自由。这嘛，互咱想起伫路加福音18章的一段对比。就是一个真年轻有为的官来见耶稣讲：“好的先生啊，我着怎样做才会当得到永活咧？”伊自细汉就遵守逐样的律法咯，伊守规矩哦，一个真好的青年哦。但是耶稣落尾互伊一个挑战：你要欠一项，着卖你一切所有的来互送向人，就要有钱财宝伫天里，搁来缀我。但是伊无回应耶稣的呼召，伊是安怎忧愁离开？因为圣经讲伊的钱真济真济。毋过咱来看19章的撒该，伊较会当因为耶稣的恩典，互伊做出一个勇敢的改变。伊甲即个少年官，有钱的少年官，真无共款的所在在伫。即个少年官，伊看家己是一个义人，因为伊自细汉啥物物件拢遵守啊。伊认为上帝一定非常介意伊，但是透过恩典的降临，撒该看出家己是一个罪人，伊将家己看做是贼仔，用贼仔的律法来赔偿别人。这表示伊真正伫上帝面前认罪谦卑来悔改。咱看见伊的性命真正互耶稣改变。所以最后耶稣对伊讲：“今仔日拯救到伫即个家。”为着伊也是亚伯拉罕的子孙，因为人子教是要找失落的来救伊。犹太人认为亚伯拉罕的子孙是指遐血统真纯正的犹太人，并且嘛爱遵守律法的犹太人，才会当称作是亚伯拉罕的子孙。
但是这是因的误解。亚伯拉罕的子孙讲的应该是有亲像亚伯拉罕信心的人。虽然保罗嘛想尽办法来说服伊的犹太人同胞，毋通阁继续错误理解落去。所以保罗伫罗马书第4章16节有安尼讲，所以是对神通照恩典，要互应允坚固伫正好的，毋那伫迄个属律法的，也伫属亚伯拉罕的信的。所以伫遮非常清楚，保罗讲，做亚伯拉罕的子孙，毋是血统以色列人，毋是遵守律法，是出自有甲亚伯拉罕同款性的人，就是亚伯拉罕的子孙。所以咱伫路加福音，路加福音是一本写互外邦人，也未认捌上帝会借外邦人看的一本福音册。路加福音不断地重复亚伯拉罕的子孙，甲人的身世、甲人的血统背景完全无关系，是因为恩典降临的缘故。亲像第13章，咱会记哩讲，有一个妇女，互邪神搅扰18年久。众人较因为耶稣伫安息日医好伊，众人就伫遐生气。但是耶稣伫遐讲，即个妇人人是亚伯拉罕的后裔，互撒旦绑伊已经18年久，竟无应该伫安息日偷伊的干吗？即个妇女互撒旦捆绑18年，伊从来毋捌好好举头起来看伊四周围的人，因为过去，咱嘛看见。即个撒该伊的过去，嘛互贪爱钱财的即种魔鬼来捆绑。伊真爱钱，所以想尽办法来敛财。所以伊真富有，但是伊袂捌好好伫人的面前抬头挺胸，人看袂起伊。但是咱看见，因为恩典，这两个人因拢得到拯救。最后耶稣讲，因为人子到要找失落的来救伊。这毋那是讲一个结论句号结束，这表示耶稣伊来到耶利哥城是有目的的，毋是偶然的。耶稣为着即个撒该来的。耶稣知影伫即个城有一个失落的人，伊为着撒该来的。耶稣看撒该是迄只迷失的羊，伊无因为伊也有99只羊，伊就放杀。撒该即只，耶稣主动去找伊，医治伊，救赎伊。所以伫即段经文会当看见，耶稣毋若要找到一个人，耶稣要改变规个关系的地图。耶稣互失落的互找到，耶稣互受人排斥的来成做上帝接纳的。耶稣互原本无伫人群内面的撒该，会当进入救恩的中心。这互咱看见，伫耶稣的目睭内，无有任何应该放杀的角落。耶稣愿意为着这个停留伊的脚步。兄弟姊妹，咱敢知影？虽然咱处伫一个真闹热、真繁华的一个时代，但是嘛是一个有真侪人失落因的灵魂的时代。真侪人笑面的面具下面的。是悲伤，是流目屎的面容，所以咱要安怎互主来重新画咱即张属灵的地图咧？伫咱的城市，伫咱的社区，伫咱的学校，伫咱的办公室，拢有可能是耶利哥。这个所在，咱平常看因，哪有可能有上帝的恩典咧？实际上，耶稣愿意为着因停落来，耶稣愿意赏赐伊的恩典。伫咱的教会，敢嘛有一寡地理的偏见？哎呀，遐个人无资格入来咱的教会，遐个议题咱毋通去卡。但是爱知影，耶稣的地图比咱较大。毋那安尼，信仰嘛爱咱深入咱家己的内心，来看见家己上真实的状态。咱内心迄个互咒诅的耶利哥城是啥物？咱无想要互主去塔的所在是倒位？主耶稣已经徛伫遐伫听候咱，伊要重新为咱生命地图。
今仔日耶稣嘛踮伫你的心门的门骹口，伫遐甲你讲，徛伫你的树仔顶、树仔骹，甲你讲，紧紧落来。今仔日我要踮伫你的家。当恩典临到，咒诅的地要变做祝福的地。当耶稣入来，我的地图会重新互号名定义。咱做伙来祈祷。主啊，阮真实知影，阮是一个罪人，阮无比撒该较好，阮无比遮个犯罪的人较好。伫阮的内心有侪压力高，所以阮徛伫树仔顶，阮无法度挖群你。主啊，恳求你帮赞，互你的疼会当临到阮的内心，互阮知你今仔日要踮伫阮的心门口。主，你要入来，医治迄个上黑暗，无要互人知，阮家己上痛苦的所在。主，恳求你的恩典就临到，亲像医治撒该共款来医治阮。阮安尼祈祷，拢是靠主耶稣基督的性命。阿门。请掀开周报来读今日的金句，请咱做伙读2遍。为着安尼，阮也常常替恁祈祷，愿咱的上帝看恁做话堪得伫所受的条，搁用权能来圆满一切所羡慕的好，甲对神所做的工。帖撒罗尼迦后书第1章11节。为着安尼，阮也常常替恁祈祷，愿咱的上帝看恁做话堪得伫所受的条，搁用权能来圆满一切所羡慕的好，甲对神所做的工。帖撒罗尼迦后书第1章11节。三甲来吟诗回应上帝的话，圣诗322首，322首，请起立。是。
请坐。奉献，请王文信执事、曾鹏雅执事来负责奉献。请起立。请坐。消息报告：第3点，教会定伫11月23日礼拜日中昼12点，要伫新东兰餐厅举行全教会感恩节聚餐，包含儿童小学1年级的会员。每一个人200块，无占位的幼儿免费，但是需要报名，方便提供儿童座椅。邀请会外朋友来参加的，每一个人500块。有意思参加的人，请伫11月9日进前，伫1楼5中集定前搁交钱。第7点，教会大厅圣诞歌，除了往年教会赠送的圣诞歌以外，今年也增加台湾教会广播社贩卖的圣诞歌，通讲选择。要订的兄弟，请伫1楼广播拿登记，登记到11月23拜日10指。第8点，要参加妈年度献花，登记家庭礼拜，活泼的性命，灵修月刊的兄弟姊妹，请到1楼广播拿登记，登记到11月23号10指。奉献的部分有错误，请往中集订正。周间聚会，请咱家己看。请牧师补充报告甲介绍新来人客。好，咱伫遮，咱嘛来为着直告兄因的家庭来祈祷，咱的幼春节第章来蒙主恩调。所以伫过来拜三，咱要伫伊的厝里举行家庭礼拜，
嘛恳求主会当来安慰即个家族，嘛手所因智慧会当来料理落尾遮个事。咱嘛，即时咱嘛来请咱的社青来报告后礼拜的遮个，因有计划一个践行的事工。我是贾听的玉人吼。那个我们社青啊，在下个礼拜我们想要邀请全教会的人，我们有一个小活动，就是大家有记得我们今年的主题是健康吼，所以我们下周日啊，在礼拜过后，我们想邀请全教会，就如果身体允许的话，我们可以一起来爬豹山吼。那我们的时间呢，会是在下礼拜天礼拜结束后的1点半。那我们会在那个永春湿地公园那边做集合。好，湿地公园就在那个永春高中的旁边而已。那它那边离豹山的登山口很近。那如果说要从教过去的话呢，可以搭299或是46号到那个永春高中那边下车，大概走个3到5分钟就会到了。那下礼拜的话，因为我们的时间会有2场礼拜嘛，那所以我们就是请大家就是先吃完饭，吃饱了以后我们再来一起爬山。那全长那个豹山的步道啊，全长大概只有1.7公里，而且都非常平缓，所以基本上就是大家就是轻松的走完就可以了。那因为最近的天气比较不稳定，所以说如果下礼拜有下雨，那我们会再另外通知大家什么时候举行。那如果说下礼拜没有下雨，那我们就欢迎大家可以一起来，我们参加这次的活动，大家一起来爬山，然后一起动动身体，然后健康的度过我们今年的冬天。好，谢谢。好，这是咱家己自行用餐，然后家己伫遐来集合，所以请咱注意。好，这是咱来进行咱的祈祷，咱为着世界，为着台湾各地宣教师。为着咱教会事工、建堂的事工，为着怀孕的姊妹原因，也为着带院的姊妹吴慧玲姐，互伊坐公车的时，就是伫公车顶悬跋倒，所以即时伫病院带院，咱恳求主的医治。咱嘛为着身躯欠安的兄弟姊妹来祈祷，为着圣时节，互伊最近身躯嘛无爽快，为着燕纯伫进行化疗，恳求主保守。为着淑芬长老的腰骨，为着林瑞长老。美莲姐的手、心脏，那么为着宫崎姐、怡丽、明月姐、道明兄、淑慧姐、金芬姐、玉婷、阿卡姐、民主姐、方梅姐、丁友兄、俊成兄、明理姐、阿菊姐，互咱嘛为着幼春节因的全家来祈祷，咱开喙为着遮个事，为着遮个集体，咱做伙来祈祷。主啊，阮伫你的面前恳求你会施阮怜悯，因为阮真侪时，阮的心性无够野。当阮面对灾厄，阮的心有时会互惊吓来占据，阮无法度对主来产生完全的信心。主恳求你坚固阮，加添阮的信心，互阮会当仰望你，互阮无搁看家己的问题。主特别伫即个暗时，主阮需要主聚焦伫你，因为阮知有真侪的代志，撒旦魔鬼的攻击，伫围围阮，要攻击阮，试探阮。主，阮恳求你的帮助，互阮会当定睛聚焦伫你，互阮有气力。主，阮要将阮的教会，遮个兄弟姊妹交伫主你的手里。主，恳求你会使阮看顾，无论是怀孕的姊妹原因，也是伫病院医疗的慧玲姐。也是阮或者伫接受化疗，也是身躯欠安，经过手术了后，或者兄弟姊妹，主恳求你拢帮助施恩怜悯，互因有气力，伫病痛中间会当继续仰望你。主恳求你也加添互因信心，也会当来医治因肉体的软弱。主恳求你帮助因厝内人伫照顾的时，加添互因气力甲疼心。主，阮也要为着幼春节因的家族来祈祷，恳求你安慰即个家族，帮助因伫面对失去亲人遐尼大的悲伤的中间，互因会当伫上帝面前得到安慰甲气力。
主恳求你临在伫因的中间，也互因有智慧，伫安排了后，遮个个别礼拜遮种种的事项，也互阮兄弟姊妹伫现主时，嘛会当甲悲伤的人做伙悲伤。主恳求你来引带帮赞，互阮的教会事工拢会当伫上帝你的带领下面来进行，也是阮的社区的事工，遮个社区的朋友，恳求主你也互因会当每一礼拜入来教会时，也会当体会到上帝你的疼。也伫学校，阮也恳求你，互遮学生也透过所有的老师，遮义工的老师，互因会当来认捌性命的宝贵。主，阮也要为着阮教会的遮个建堂的事工祈祷，恳求你引带阮头前的脚步，随时修正阮，互阮知你的旨意伫倒位。阮也恳求你保守全世界的宣教师，互因无论伫倒落，会当得着主你的看顾甲固守，保守因的安全，甲因所做的事工，也看顾阮的国家、阮的世界，互阮的台湾会当伫你的立理的下面，互兄弟姊妹会当诚做福音的勇士，去要袂得着福音的遮亲人朋友，互因的心会当互耶稣基督来掂。主恳求你也帮赞，互阮的世界，阮看见也有真侪的冲突，真侪的灾难在发生。主啊，恳求你的怜悯，也恳求你帮赞，互阮时刻为着遮个事在祈祷。恳求你引带阮兄弟姊妹，伫未来遮天气变化真大。主恳求你，互阮的身躯拢会当因为主来得到祝福，互阮也有好的精神，阮的灵魂也会当保持纯全，到伫主耶稣你过来的时。阮安尼祈祷，拢是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阿门。即是来吟圣诗，圣诗402首。吟诗后，请陈牧师祝祷，请起立。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、天父上帝疼痛、圣神的相通，甲恁众人伫地，对即时到永世代无尽。阿门。阿门。请坐。